好啦，乡亲继续来看这个高铁向南延到屏东，交通部确定是行政院长苏贞昌上介意的左营方案，也就是为左营站分出去，直接到屏东的落地处。但是民众无捧场，伫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来提案，要求着停止甲高铁延到屏东。目前已经有1000多人来附议。讲因为这个左营方案无进入高雄市中心，对城市的发展无帮助。再加上这个终点站离屏东的落地处，实在是伤过偏僻咯。高铁进站落南终点站，未来不只是高雄左营，除了确定延伸到屏东，即马路线嘛定案。对左营站直接到这屏东落地处，10分钟就到，速度非常紧。500多亿分10年来编列，并不是很重的负担。国家要建设，就要有魄力。所以这满里的路线，高屏的民众敢来的并无认同。两个主要原因就是屏东落地处相过偏僻，加上高铁沿线并无进入高雄市区。能够经过市区的话，人员会比较集中，会比较好。是没什么经济效益啊，能不能靠近到市区一点点？延伸到屏东的话，对于经济啊，还有一些发展都很好。怎么可以说因为呢这个案子比较省钱，工程比较容易做，所以我就决定做这个案。也有民众伫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，要求停止高铁延长到屏东，将经费用伫改善代替，比较较有意义。即摆已经超过1700个人附议啊。原本是希望为南部民众带来利便，但是附议人数当中，就属高屏地区民众反弹上济。政府愿意开大真好意，不过认同的人并无多。